乒乓會誌競技訓練中心，磨練心智，發揚國粹，立德修身，承辦各水平乒乓球訓練課程。乒乓會誌。乒乓會誌競技訓練中心成立於2007年，位於大圍鐵路站附近。近於2013年增設荃灣訓練中心，鄰近荃灣西鐵路站，交通方便。訓練中心內設有升降球台、獨立洗手間、更衣室、休息區、發球機及器材銷售區等，設備齊全。創辦人董杏聯總監有16年執教經驗，擔任多屆沙田及大埔區小學代表隊教練。本會常駐教練有10幾位，其中多人為董教練之得意學員，組織嚴密，絕無濫竽充數、短期兼職或賴以糊口之輩。本會上下目標一致，合作無間，一直堅持發揚磨練心智、發揚國粹、立德修身嘅理念。乒乓球嘅好處有好多，可以鍛鍊身體嘅協調同靈敏度，令身手靈活、反應敏捷，活動全身嘅骨骼肌肉，提高肌肉嘅力量同耐力，令關節更靈活穩固，而且對鍛鍊中樞神經系統、大腦協調方面有好大幫助，有效提升小朋友嘅眼、腦、手協調同埋專注力。最重要係喺小朋友成長嘅階段，有一個運動可以陪住一齊成長，提高目標感同責任心，喺日常生活同學業上面都有顯著裨益。乒乓會誌設有多種類型訓練模式，包括適合任何年齡學員嘅1對1訓練，師生比例1對3嘅學前、青苗、少年及成人嘅小組訓練，及適合任何年齡而球技達至指定水平嘅比賽訓練班，訓練配套完善。本會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各類型嘅公開比賽，以吸取經驗，為將來比賽作好準備。更提供免費領隊服務，於賽事中即場教路，並於賽後同學員總結及檢討表現。訓練中心內亦定期舉辦技術交流活動同比賽，俾學員一展身手同提升水平嘅機會。學員喺各類比賽中獲獎無數嘅同時，最重要亦要同時學習到勝不驕、敗不餒嘅精神。除咗喺中心訓練之外，乒乓會誌亦於10幾間分佈喺全港嘅中小學駐校訓練，為學校培訓學員，帶領校隊參加不同學界比賽，成績飛濺。更為多個企業、團體、屋苑等舉辦不同類型嘅乒乓球比賽活動或者訓練班，作為培訓交流，有益身心。乒乓會誌一直堅持發揚磨練心智、發揚國粹、立德修身嘅理念，希望更加多學員可以透過專業嘅訓練，培養紀律、團結、互助精神，更令呢種易學難精嘅運動成為佢哋嘅終身運動同嗜好。